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嚇！今日星期一，1月19號。今晚賽事呢就比較少嘅，同大家推介兩場，一場意甲，一場西甲啊。意甲嘅就係拉素對住科木啊，呢兩隊波呢就都比較飄忽嘅。但係拉素喺主場都讓唔起科木嘅，而家就係0平手。我就睇好科木件波衫唔會輸畀拉素。另外呢，就第二場西甲，阿爾切對住西維爾。阿爾切呢就近10場只係贏過一場嘅西維爾，而家主場讓0.25。我今晚呢就睇好西維爾件波衫唔會輸畀阿爾切。祝大家好運嚇！鍾意個頻道嘅朋友呢，就係點讚下、轉發一下、關注一下。有需要精選嘅波衫呢，就係留言畀我見到呢就會覆㗎喇。祝大家好運聽日再見，好，拜拜。